大家好，我阿東，我而家嘅位置就喺惠陽區嘅秋長白石板塊，呢一度係屬於最挨住深圳嘅板塊。喺呢一個位置，偏偏就有一個樓盤爭議最大，就係呢個大話悅庭。攞住呢一個租金，佢哋係完全可以過嚟惠州嘅林森片區買一套屬於自己嘅商品房，而且呢一個開發商係連續10年時間3道紅線係保持全綠檔嘅一個房產企業。吐槽嘅就係佢呢一個玻璃隔斷，我反正唔中意呢種起棱起角咁樣嘅。而家買呢個樓盤嘅客戶群體有50%都係由香港嘅朋友組成，所以好多人就話呢個盤呃咗好多人。我哋每個人買樓嘅需求係唔一樣嘅。如果你唔中意呢個樓盤，你可以講佢唔好；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呢個樓盤嘅，佢係咪真係咁好呢？又唔一定嘅。我哋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嚟睇一下，同大家講下佢嘅優點同埋缺點，等大家可以對呢個樓盤初步嘅了解，然後根據我哋自己嘅購房需求去判斷呢個樓盤究竟啱唔啱你。咁我哋喺了解一個樓盤之前，肯定先要了解嘅就係佢呢個樓盤嘅地理位置。佢係屬於惠陽區嘅秋長白石板塊，最挨住深圳坪山。咁而家成個深圳最主要發展嘅就係東部呢一 part。喺坪山呢一邊係有一個51.6平方公里嘅科技園，主要就係以生物醫學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汽車、大學城為主。而挨住坪山嘅呢一 part，佢就係承接咗呢啲產業嘅下游，所以而家呢一個板塊，佢大部分都係以工業同埋自建房為主。而喺成個惠陽區最大嘅廠就係博恩光學廠，佢係做手機屏幕嘅。咁喺我左邊嘅呢一 part 就係博恩光學廠嘅宿舍樓，所以整體呈現俾大家嘅感受就係成個環境比較偏城鎮化。呢一點就係好多人攻擊呢一個樓盤嘅原因。咁但係冇嘢係十全十美嘅，因為佢呢一個地理位置係夠近深圳啦，所以佢係可以享受到深圳嘅產業轉移同埋人口紅利嘅。咁成個坪山而家大部分都喺度高速發展。如果我哋有機會過到去坪山嗰邊，你就會發現到到處都喺度整路嘅。咁而我哋而家呢一個位最可以直接享受到深圳嘅外溢紅利，就係交通嘅輻射。而家深圳最犀利、最巴閉嘅一條地鐵就係深圳14號線，係橫跨晒成個深圳嘅東西部嘅，造價亦都係最貴。採用無人駕駛嘅方式，時速120公里每小時，從福田嘅江夏北一直嚟到坪山嘅沙田站，全程50分鐘就搞掂。咁大話悅庭呢一個樓盤就係喺坑子站同埋沙田站中間，從樓盤呢度去到坑子地鐵站7分鐘嘅時間就搞掂，去到沙田站稍微遠少少要10分鐘。咁而家成個惠州其實大部分過嚟買樓嘅客戶群體有80%都係由深圳嘅朋友去組成嘅。而深圳嘅朋友過嚟惠州買樓，佢哋最主要優先考慮嘅點就係交通為主，方便佢哋返工同埋放工，可以節省時間成本。而而家喺深圳，比如南山嗰邊或者羅湖嗰邊，佢哋普遍去租一套樓啊，嗰個3房嘅租金起碼都要去到6000幾7000，有啲貴啲嘅甚至8、9千都得。攞住呢一個租金，佢哋係完全可以過嚟惠州嘅林森片區買一套屬於自己嘅商品房。按照以前嚟講，可能好多人買樓又要準備嘅首期幾十萬咁樣，所以比較困難。但係對於月供嚟講，其實係一啲壓力都冇嘅。難就係難喺首期款呢一邊。咁而家普遍好多嘅樓盤，你就好似大話悅庭咁樣，其實嘅首期款就俾3、4萬蚊就可以搞掂啦，月供就係3、4千蚊。整體而家大話悅庭接落嚟嘅均價都係9000零蚊就可以搞掂，仲帶埋裝修嘅。還有就係佢呢個樓盤係由大話集團開發，係屬於上海最早一批嘅城市更新運營商之一，主要係以大城改造，成立於1988年。喺上海嘅銷量，佢都係可以連續好多年嘅時間獲得前5位嘅。喺上海嘅呢啲超一線城市，你如果可以立足，其實已經係好唔簡單嘅啦。而且銷量可以一直保持前幾位嘅，咁就更加難。你如果品質做得唔好啊，物業做得唔好，人哋絕對唔會埋單嘅。咁喺惠州大話悅庭就屬於佢呢個集團喺惠州嘅開發第一個項目，所以佢為咗打響佢嘅名聲啊，佢喺品質上面嚟講做得真係好到位。所有嘅外牆嘅用材用料、工藝技術全部都會展示出嚟俾大家。
而家我哋鏡頭都可以展示到俾大家睇下啦。大部分就係呢一種自建房為主嘅。我哋喺呢一個片區入邊啊，其實商品房係好少嘅，新樓同埋二手樓加起嚟都唔超過5個，就令到呢一個片區佢嘅商品房租金收益係最高嘅。而家單呢一啲農民房，你好似一房一廳啲咁嘅，佢每個月嘅租金都要去到500-600蚊。如果你係一家3口嘅，連埋水電煤呢啲，去到1100到1200蚊嘅。因為呢一邊嘅商品房少啊，咁我哋未來嘅競品就會少好多噶啦。咁就對於我哋後期想轉手嘅話，就冇咁難。我哋所有簡單嘅生活所需喺呢一個位置其實都可以解決嘅。就我哋而家一直往前邊行，大概300米嘅距離就可以去到大潤發。但係如果我哋想話大型嘅商場，例如行街睇戲食飯呢啲比較高端啲嘅，咁呢個片區的而且確係冇嘅。整體就係咁樣，普遍就係以大排檔、簡單嘅街鋪、超市同埋夜市為主嘅。喺呢個片區都有5條食街，就往呢度一直往前邊行，行到底嗰度，從街頭到街尾全部都係食嘢嘅。咁還有就係而家我右手邊嘅呢一 part， 一直行落去，同樣都係一條街，兩邊嘅街鋪都基本都係開齊嘅。但係呢一條街大部分就係以水果店、大排檔為主嘅。再往前面行大概200米就去到塘井市場㗎啦。我哋再往前邊俾大家睇一下，佢呢一度我哋日常可以用到嘅嘢。我哋行到呢個位，而家左手邊嘅就係發到家大潤發生活超市。其實惠州呢一邊無論商業做成點都好，肯定係比唔上深圳嘅。咁我哋有地鐵嘅呢個優勢喺度，如果想去深圳嗰度玩嘅，從樓盤呢度打個的的，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搭地鐵。咁我哋而家再翻去樓盤嗰度，同大家了解一下佢賣緊嘅產品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翻咗嚟售樓部啊，同大家理性分析一下呢一個樓盤點解咁受香港人嘅歡迎。總結咗有3點。第一點就肯定係啱先講嘅啦，夠近地鐵。第二點就係屬於品牌效應。第3點就係呢一個項目大裝修。大華集團佢過到嚟惠州係屬於第一批嘅白名單項目。同我哋5大銀行係對總簽約咗戰略嘅合作協議嘅，即係等於我哋唔需要任何嘅抵押，直接喺銀行嗰度就可以貸款啦。而大華悅庭呢個樓盤全部都係全資建設嘅，而且呢一個開發商係連續10年時間3道紅線係保持全綠檔嘅一個房產企業。咁我哋再講翻嚟呢個樓盤，成個大華悅庭總共係分為2期開發嘅。總共係由10棟高層同埋2棟公寓去組成。最早期賣嘅就係呢個1棟同埋2棟，而家賣嘅就係呢個3號樓同埋6號樓，總共係2梯5戶嘅分佈。咁我哋而家係有75個方同埋86個方，還有就係101個方。咁而家75個方喺3棟嘅呢一邊，就係我而家手指嘅呢2戶，佢就係西南朝向望住出邊嘅呢一排自建房嘅。建議大家如果揀3棟嘅75個方，樓層方面就喺10樓以上，佢嘅視野景觀係會比較好。然後調過嚟嘅呢一邊，呢2戶就係86個方嘅3房2廳2衛，東南朝向睇花園嘅。然後6棟嘅呢一邊，佢嘅佈局同我哋3棟就相反啦。86個方佢就係西南朝向睇花園嘅。而我哋如果揀75個方3房2廳1衛嘅話，就係喺呢一度。佢就係東南朝向睇前面嘅自建房，同我哋啱先嘅3棟係一模一樣嘅道理。建議大家樓層揀翻高少少。咁仲有另外嘅101個方嘅呢一戶，佢就係位於最邊位嘅，係橫廳設計做到4房。而家呢3種戶型整體折下落嚟嘅均價9000蚊出頭就可以買到啦。咁我哋睇樓其實都係咁樣嘅，肯定係要先中意呢一個樓盤，然之後先會再去了解一下呢一個樓盤周邊嘅情況。我哋首先啱先開波已經同大家影咗周邊嘅一個城市面貌啦，再通過我身後嘅呢一個圖，同大家整體講一下呢個樓盤周邊嘅配套係點樣嘅。咁我哋通過1公里生活圈嘅呢幅圖，我哋就可以睇到啦。而家紅色嘅呢個標就係大華悅庭。咁我哋如果係商業配套嘅，就係啱先講嘅呢個大潤發生活超市。如果去街市嘅，就係呢一個塘井市場。稍微遠少少呢一邊仲有個紅御市場，還有呢一個紅御百貨。但係呢2個超市嚟講嘅話，佢都唔係嗰種屬於高檔嘅超市，
佢只係屬於一個簡單嘅生活超市啫。咁除咗呢個超市之外，咁喺呢啲街鋪嘅底下都係有好多唔一樣種類嘅商鋪嘅。咁仲有就係我哋喺醫療上邊嚟講，距離樓盤1公里就係惠陽嘅白石醫院。除咗商業醫療之外，我哋還要考慮嘅就係交通啦。喺而家樓盤大概200米嘅距離有呢一個白石客運站，喺白石客運站呢邊可以坐公交車 M136 2個站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坑子地鐵站啦。還有就係呢一班惠州嘅166公交車，站點就比較多啲，要5個站先可以嚟到呢一個坑子站。大話悅庭其實呢一個樓盤，除咗可以享受到秋場呢一邊嘅配套之外，其實真係可以享受到深圳坪山呢一邊嘅配套嘅，因為就係緊挨住成個坪山。當我哋覺得呢一邊嘅生活配套滿足唔到我哋嘅時候，搭個巴士或者坐個的的，可以嚟到坑子呢一邊。出咗站會有一個最大嘅坑子龍崗市場。然後喺龍崗市場再出到嚟係有3個大型購物廣場嘅，呢3個大型購物廣場對於我哋行街睇戲食飯全部都可以滿足晒。除咗坪山坑子呢一邊，仲有可以去到深圳嘅每一個地方嘅，就係搭呢一條14號線。咁佢就係從首站嘅江夏北嚟到沙田站，全程就係50分鐘。呢一個14號線喺中間係設咗有4個大站，可以換乘去到深圳嘅每一個地方嘅。咁我哋深圳而家嘅發展大家都知啦，呢一種超一線城市，佢無論係商業定係整體嘅氛圍嚟講，肯定係要比惠州好好多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再上去樣板間度，俾大家睇一下佢賣緊嘅產品佈局係點樣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上咗嚟示範單位，睇呢一個75個方3房2廳1衛，整體嘅佈局就係呢一種樹廳嘅餐客一體式設計，廳出陽台。而家佢呢一個75個方。其實喺市面上好少樓盤係可以做到3面朝南向嘅。我哋好多開發商係會將呢種75個方呢種細戶型，好多都係做到去朝北向。大話悅庭呢一度就冇啦，佢就整到全部都係朝南向嘅。無論係露台，還有主人房定係一個次臥室，全部都係有採光面嘅。咁佢而家客廳嘅呢一個開間係有3.4米，單論呢一個客廳嘅開間。其實佢嘅實用率唔算話係好高嘅。我哋喺擺放家私上邊就只能好似開發商咁樣，而家擺一張3.3米左右嘅長度梳化，即係3人位嘅梳化，然後喺中間擺翻個茶几。如果再想擺嗰種貴妃椅咁樣嘅呢一個客廳嘅面積，其實係會顯得比較擁擠嘅。還有就係睇電視嘅呢一個視區，如果追求睇大電視嘅朋友嘅話，呢一種可能就唔係好適合。我哋只能擺翻部65寸嘅電視，咁樣嘅視距睇起嚟就唔會暈。而家因為係屬於喺一棟，其實一棟同啱先嘅3棟所有嘅戶型佈局全部都係一模一樣嘅。我哋嘅景觀望出嚟都係一模一樣。點解建議大家如果考慮呢個75個方嘅，要樓層高少少？我哋通過呢個鏡頭就可以感受到啦。因為前面嘅呢一 part 全部都係自建房。而且最高嘅有啲係去到10樓嘅，普遍都係8、9樓咁嘅高度。如果我哋揀嘅樓層低嘅話，基本望過嚟就冇嘢好望㗎啦。而家佢餐廳嘅呢個位置就擺咗張4人位嘅餐台，反而廚房嘅呢一個空間佈局就係呢一個戶型，我認為最大嘅亮點啦。一個 U 型嘅設計，雖然只有75個方，但係佢預留嘅係一個雙開門嘅雪櫃位。而家市面上好多樓盤，佢90幾個方，都係只能擺一個單開門嘅雪櫃位，例如大亞灣嗰邊嘅林森片區，好似泰豐木馬湖啊、朗詩樂園啊、星河丹第呢啲，佢嘅廚房都只能擺單開門雪櫃位。喺而家住家嚟講，單開門嘅雪櫃真係唔夠用嘅，肯定係要雙開門雪櫃。一旦你嘅廚房如果擺唔到呢個雪櫃，你又要諗點樣擺喺出邊呢一個位置，就會顯得比較麻煩。入到嚟左邊嘅呢一 part 就係休息區啦，動靜分區咁樣嘅佈局。對於只有一個衛生間嘅戶型設計嚟講，佢而家呢一種乾濕分離嘅設計就係最合適嘅。如果喺入邊去廁所嘅時候，出邊嘅人就唔使等啦。洗手池、鏡櫃、馬桶，包括呢啲隔斷還有花灑，全部整好晒。所有嘅淋浴空間，你唔驚話逼手逼腳嘅。咁喺廁所過嚟嘅呢一 part 就屬於第一間細房間，整體面積大概6個方。而家開發商就靠牆邊擺咗張1.2米嘅床。如果我哋想擺張雙人床嘅話，咁呢個書台就擺唔到咁闊嘅啦。呢一個位就係衣櫃嘅位置。再從呢一間房過嚟就係第2個次臥室，就比啱先嗰度舒服好多啦。
帶住個飄窗嘅。不過呢個飄窗係唔駁得嘅，利用呢個飄窗擺翻張1.5米或者係1.35米嘅床。而家示範單位呢度擺嘅床，全部都係呢啲1.2米嘅床。佢擺咁細嘅床嘅目的，其實就係為咗我哋過嚟示範單位睇樓嘅時候，覺得呢一間房嘅空間比較大。實際當我哋自己去買床或者整榻榻米嘅時候，基本唔會整到咁細嘅。再過嚟就係主人房，而家主人房嘅面積就有將近9個方，都係帶住個飄窗嘅。咁衣櫃嘅位置就整喺呢一個位度。而家呢一種戶型總價計落嚟71-2萬就可以搞掂啦，首期就喺3到4萬蚊，月供2800左右。好啦，而家睇嘅呢一套就係86個方，同啱先75個方，整體嘅佈局基本係一模一樣。客廳嘅面積就會闊啲大啲。而家呢一度嘅開間就係有3.5米，喺餐廳呢個位置擺咗張4人位嘅餐台。我哋再過嚟廚房，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嘅 U 型咁樣嘅佈局。其實佢喺交樓裝修細節上面嚟講，比好多樓盤都係會做得比較出色嘅。一陣會帶大家去睇一下佢嘅交樓標準係點樣。我哋再出嚟露台呢個位置，而家同樣嘅位置都係屬於一棟嘅4樓，喺小區嘅花園。咁其實我哋買樓，無論係我自己又好，或者係我身邊嘅朋友都好啦。凡係你買完一套樓之後，你冷靜落嚟都係會後悔嘅。10個人10個都係咁樣嘅思想歷程嘅，總係會覺得，我買呢一套樓係咪買得太急啦？定係會唔會仲有啲更加好、更加適合自己嘅？呢一種幾乎就係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嘅心態。所以我哋唔好話人云亦云。覺得話呢個樓盤好啊，又點點點，你要覺得呢個樓盤真係合適自己先係啱嘅。咁我哋入嚟呢一個 part 就係休息區嚟嘅。而家睇到呢一個就係公區衞生間，3段式咁樣嘅設計，所有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再喺廁所呢度出嚟就係房間，呢個第一間房整體嘅面積就有將近9個方。開發商同樣都係利用嗰個飄窗整咗個榻榻米。再過嚟對面就係第2個細房間。我認為相比75個方嘅，我就覺得我反而中意75個方嘅嗰個細房間，因為佢呢度有一嚿角嘅。75個方係冇呢一嚿角嘅，睇落去就冇咁壓迫。反而面積大家都係一樣，大概係6個方。再過嚟呢一個位就係主人房，帶住套間嘅。喺睡房嘅呢一 part，而家開發商同樣擺咗張訂製嘅床。如果我哋想擺張1.5米嘅床，就冇辦法好似示範單位咁樣擺到2個床頭櫃，同埋呢一條過道都冇而家咁闊嘅。85嘅呢一種主人房衞生間就係四四方方咁樣一種酒店式嘅設計。咁喺廁所出嚟嘅呢一 part 就係一個隱藏嘅衣櫃嘅位置。如果我哋其實唔需要咁多房，啱先嘅嗰間細房間係可以從後邊嘅呢埲牆剝咗佢，將嗰間房間整成我哋嘅衣帽間或者係書房，屬於自己嘅獨立空間去使用。喺而家嘅呢一個主人房，我哋攝影師可以退後邊，成個空間。大家可以睇下嘅，其實做櫃嘅地方真係好少嘅。按照傳統嘅佈局嚟講，呢一個位置如果我哋係做衣櫃嘅話，咁你張床只能夠係往飄窗嗰個位置靠，就冇床頭櫃嘅啦。如果唔係，你按照示範單位咁樣，就得一個2道門嘅衣櫃，你成間房儲物嘅空間肯定唔夠嘅。你嗰啲換季嘅衫啊，或者嗰啲棉胎擺咗上去之後，你成個櫃都擺滿晒啦。而家呢個86個方，相比75個方，喺總價上邊嚟講就多咗大概8萬蚊，總價計落嚟就係有80萬左右，首期4到5萬蚊，月供3200到3300蚊就可以搞掂啦。而家睇嘅呢一套就係101個方橫廳設計，就係出咗嚟電梯呢一個位置，佢算唔上係一個獨門獨戶咁樣嘅，因為你基本出電梯佢冇一條過道喺度。呢一種橫廳設計喺市面上100個方嘅呢一種面積段，其實好少樓盤係可以做到咁樣嘅。喺而家比較火爆、比較受歡迎嘅樓盤入邊，除咗大話悅庭，就係得華發自在城102個方係橫廳設計，還有就係佢客廳嘅實用率係會高好多。佢就係將一條房間嘅過道全部擺咗喺客廳嘅呢一個位置。咁佢呢一度嘅露台就係同餐廳、客廳係等寬6.6米嘅長度，就係東南朝向睇小區嘅花園。咁實際我哋如果要買6棟嗰一邊望出去就係嗰一排自建房，而3棟就係同一棟呢一度係一模一樣。咁還有就係而家我哋示範單位呢一邊其實已經係攔起咗有啲網嘅，因為佢成個樓盤係屬於塔樓嘅設計。而家101個方
佢係屬於邊位嚟嘅。我哋呢一個角度可以明顯感受到嘅，就會俾前邊嘅細戶型突出嚟，會有少少嘅遮擋嘅。還有就係因為3號樓佢隔離係2號樓，咁就換言之，左邊嘅呢一 part 又係有一棟樓喺度嘅，就等於有2棟樓夾住我哋。喺視野同埋採光或者通風上面嚟講，就會俾呢2棟樓會影響。咁我哋整體嚟睇一下呢一個戶型。啱先嘅一入到門口，呢一邊就係開發商整好晒嘅玄關鞋櫃位，然後喺鞋櫃對面就係公區衛生間啦。3段式咁樣嘅設計，呢啲淋浴空間都係比較闊。佢101個方係帶住咗4個飄窗嘅，廁所呢度有一個，然後每間房都係有一個。咁而家過嚟嘅呢一個位置就屬於第一間房。交樓嘅時候，呢一度係有門嘅，而家開發商就將佢全部剝晒佢，將呢一度整成咗一個開放式咁樣嘅空間。其實目的就係為咗俾我哋睇樓嘅時候，顯得呢一度嘅空間比較闊落。呢一種橫廳設計喺市面上佢係基本做唔到南北對流嘅。如果按照開發商而家咁樣嘅設計，我哋就可以實現又係橫廳又係南北對流呢一種格局。然後我身後呢一個位置就係個廚房。3個戶型入邊，我反而覺得101個方面積最大，但係廚房係最細嘅。而家係一個 L 型咁樣嘅佈局，但係當我哋擺咗一個雪櫃嘅位置之後，我哋廚房嘅呢一 part 就得呢一個位嘅啫。整體落嚟嘅活動空間就比較細，平時就只能1個人喺度操作。再過嚟隔離嘅呢一個位就係屬於第2間房啦。呢間房同啱先嘅嗰間房面積係差唔多，都係帶住個飄窗。再行入嚟底部左右就係2間房。我哋先嚟睇下呢間細嘅房間，同樣係帶住個飄窗嘅。建議大家都係利用呢個飄窗整翻一個榻榻米，咁啊可以將呢間房利用率提高好多。再過嚟對面嘅呢一 part 就係佢嘅主人房。而家睡房嘅呢一個面積就有將近12個方，擺翻張1.5米嘅床。做到3邊落地完全係冇問題。仲有喺呢一個位，佢都可以預留一個，如果我哋想整成衣帽間去使用，就擺翻一排 L 型咁樣嘅櫃，呢一個空間都係比較充足嘅。再過到嚟呢一個位就係主人房嘅衛生間，3段式咁樣嘅設計。而家呢一種戶型首期就要比啱先75同埋86要貴少少，大概就喺7萬蚊到8萬蚊之間。月供3700到3800就可以搞掂。開發商而家就攞個86個方用嚟作為佢嘅交樓標準。咁一入到門口，呢啲鞋櫃就係整好晒俾大家嘅2扇門嘅鞋櫃，包括底下嘅呢一 part 就係做咗上下4層。喺鞋櫃上面呢度嘅釘仔，同大家講下，如果我哋係買到啲毛坯房啊，你後期自己想整鞋櫃，呢一個深度外寬一定要係控制喺35公分。你嘅內孔先可以擺到對鞋，如果唔係你就好似我屋企咁樣噶啦，就算斜斜地咁樣擺對鞋都係比較麻煩。好多人就唔在意呢個鞋櫃嘅細節。入到嚟室內嘅呢一 part 就係80乘80嘅瓷磚，呢啲帶有灰色紋路嘅瓷磚，牆面就係白色嘅乳膠漆。佢天花就冇整噶啦，就係簡單咁一圈嘅石膏板，然後再搭配埋幾盞射燈喺度。再過嚟廚房。推拉門就係呢啲木製邊框嘅推拉門，走上軌道，方便我哋日後掃地機械人就唔驚話咔下咔下咁樣。廚房嘅呢一個膠標，對於好多樓盤嚟講，大話呢度真係做得比較 OK 嘅。除咗我哋標配嘅老闆品牌3件套之外，其實佢呢度帶住嘅係一個洗碗加消毒一體式嘅洗碗機。好多樓盤嘅膠標呢一度配住嘅只係一個消毒櫃。然後我右邊嘅呢一 part 就係一個大單槽式嘅洗手池，摩恩品牌嘅水龍頭，整到好似個花灑咁樣嘅。佢係配咗一個進口美國嘅2口淨水器，底下都係有濾芯嘅。好啦，我哋再過嚟房間嘅呢一 part，佢連呢啲踢腳線嘅位置都係用木去整成嘅，還有呢啲感應嘅小夜燈都係整埋俾大家。廁所嘅膠標，呢啲洗手池、馬桶、玻璃隔斷、花灑都係整好晒。咁唔一樣嘅地方就係佢嘅廁所鏡櫃嘅呢一 part。好多樓盤其實佢嘅鏡櫃膠標最多就係同呢個洗手池咁樣持平嘅啫。但係大話悅庭呢一度就係整到成面全部都係可以擺嘢嘅。
咁我哋後期住過嚟之後就唔驚話洗手池呢度擺滿晒我哋啲洗面奶啊、剃鬚刀啊、刷牙啲牙膏、牙刷咁樣，顯到亂七八糟咁樣。再過到嚟就係房間，其實所有嘅房間底下就係鋪住木地板嘅，牆面就係白色嘅乳膠漆。每一間房嘅基本都係一模一樣，都係鋪住地板，然之後呢度油漆。再過嚟主人房，基本都係大同小異嘅啦。再過嚟呢一個位就係主人房嘅衞生間啦，馬桶、隔斷、洗手池呢啲就整好晒嘅啦。吐槽嘅就係佢呢一個玻璃隔斷，我反正唔中意呢種起棱起角咁樣嘅。有時我真係唔記得咗，我關咗道門，我過嚟咁一冚過嚟，冚到頭都痛晒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大話悅庭所有賣緊嘅戶型都展示咗俾大家，包括埋佢嘅裝修交樓標準，然後再同大家總結一下呢一個樓盤嘅優劣勢。優點方面，我就好似啱先喺沙盤同大家講嘅3個方面：一個大話集團呢個品牌，第二個近深圳有地鐵，第三個就係佢嘅裝修交樓標準細節方面做得比較 OK。咁喺缺點上面嚟講，就係好多人唔中意嘅，就係呢一種城市面貌比較偏城鎮化。第二個缺點，其實可能對於香港朋友嚟講唔係會好考慮嘅，就係佢嘅學區價值。佢呢一個樓盤配住嘅間學校係呢個片區嘅一間村小嚟嘅，教育質量嚟講就麻麻地。OK 啦，咁大話悅庭呢一邊所有嘅情況都同大家睇咗啦，然後我哋要根據自己嘅需求嚟判斷一下，究竟呢個樓盤啱唔啱我哋。咁如果我哋對大話悅庭呢個樓盤感興趣嘅，隨時可以掃我上面嘅二維碼聯繫我過嚟睇樓。又或者大家如果唔中意呢一個樓盤嘅話，你可以將你嘅需求講我聽，我按照你嘅需求同你匹配2到3個樓盤供你參考。惠州呢一個嘅樓盤實在太多啦，大大細細加起嚟有290幾個。但係唔係真係所有嘅樓盤都係適合我哋香港朋友買嚟退休住嘅。咁大家如果有諗住過嚟惠州買樓，又唔知道點揀嘅，一定要訂閱翻我個頻道啊！我會不斷時更新優質嘅房源俾到大家。好啦，我哋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